来看桃园科技园区有3间 SRF 再生燃料厂哦，环岛讲空气品质早起有几啊百个桃园的乡亲去总统府跟经济部抗议，因不满讲桃园市政府已经废止3间厂商的许可，经济部佮撤销市政府的决议，伊是要求讲中央应该爱听地方的心声。 桃园内民意代表个李长带领几百个观音居民，有着白布条，行入凯道，直向总统府，画着因无爱 SRF。 桃园科技园区周边过来里的居民共同发出愤怒，认为需要废弃物做的固体再生燃料 SRF， 烧来发电产生的空污，会让当地空气品质歹个较歹。你为什么要来抗议？不想新增空气，当然是很可恶啊，对不对？ 那只有想到他们自己心理上要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没有想到我们人民的心声呐、我们人民很生气呀、民意代表不满前任桃市府和 SRF 厂商来，无经过当地居民同意，尤其不满现在桃市府拢已经废止3间厂商的入园许可，厂商提出诉愿，但经济部却撤销市府的决定，居民实在是忍无可忍。 没有环评，也没有这个开公听会就成立了，我们莫名其妙才知道的。不是政治问题，是民生问题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蓝绿对抗，这是地方共识，对不对？ 抗议民众随后前往经济部也印纸抗议，讲若是继续无顾到地方的民意，未排除围抢抗争，对本日的行动，经济部也无回应，但进程解释会来撤销市府废止入园许可的行政处分，是因为桃科的主管机关毋是经济部，是桃市府，所以袂当以经济部收回推荐的理由来废止入园许可。市府其实会当直接依照家己定的法规决定是毋是要予业者入园。记者林俊平做张主家台北报道。